今仔12月18，就是国际移工日，移工团体今仔是提早去到劳动部陈情，要求官方要重视私人中人硬要靠人的聘用许可收马工费状况。劳动部嘛强调，今年已经处理超过2800件申诉，而且未来嘛会用专案来稽查，希望会当减少类似的状况。杜绝中介插手，杜绝中介插手。大声化考核，希望劳动部注意私人中介强靠移工聘请许可证文件情况。所以移工团体利用12、18国际移工日进前的假日，到劳动部来陈情，要求官方来重视私人的中介强靠移工聘请许可证文件的乱象。But until now, not all migrant workers hold these documents, and majority of us are not even aware that we have EP and TP and how important these documents are. 移工团体指控私人中介长期以保管为理由扣留移工的聘请文件，做出用新的头家、新的中介来讨买工费、文件费，移工的被逼支付这个费用赎回文件。很简单一件事情，就是说落实该谁的文件就放在谁手上，不要再让中介非法扣留，并以此来剥削移工了。今天我们提出非常简单、非常具体的诉求，让中介从市场脱离。第一步就是移工的文件还给他。对此，劳动部强调，今年已经处理超过2800件申诉案件，文件拢已经向移工啊，也对中介收费的情形进行175件业者专案查查。正继续进行中，就有这个专案的访查来改善情况。记者综合报道。